罗马书15章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在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主你是卑微尊为尊贵，世上情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情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约书亚记10章8节说，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是应许我们得地为业的上帝，因他是应许与人同在的上帝。我们一起发出赞美的祷告来赞美我们的神。是的，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更多来赞美你。所以你是配得歌颂的，你是配得赞美的主，因为你是那守约施慈爱。所以在怜悯之中，我们上帝是应许我们丰丰富富的显。是的，主，你更是无论我们在何种情况，你都与我们同在的神。是的，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会对约书亚应许，就是应许你会拯救，就是应许你会同在，就是应许你会为我们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主啊，这是宣告你的同在，没有人能够抵挡，因为你的同在，你赐下保护，因为你的同在，你把平安好像盾牌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谢谢主，让我们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感谢赞美你，靠耶稣的名，阿们。主啊，你就是拯救。主啊，约书亚记再次告诉我们，主啊，你就是拯救，也就是主啊，你知道我们是需要被救的一群。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罪恶中，我们现在那突如其来的攻击中，因为主你早就知道，主啊，这世界上不管是言语，这世界上不管是人的心意，或者是人的贪心，主啊，或者是人自以为是，主啊，我们早就有那个罪性。主啊，您就是要拯救，因为你知道你的孩子们，主啊，在这世上，主我们也会遇到危险，所以你早就为我们预备。你透过约书亚，你再次来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因为这些人，这些要攻击我们的，就是要我们惧怕。主啊，当我们惧怕的时候，主，我们就没有信心，我们就忘记主你的话语是又真又活。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主啊，你的话语是会应验的。主啊，你的话语是每一句话我们都可以凭靠着在这世上来生活。主啊，我们就能够大胆。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的话语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主你是信实的主，主你是公义的主，主啊你是慈爱，你是全能，主啊你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主。主，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十足的平安与喜乐，因为主这是你的应许，一必定会应验。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说到做到的主，你是又真又活的主。阿们。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以公义来应许我们，主啊，让我们走这条义的路。主啊，你以你的信实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主啊，如同约书亚，主你亲自为他征战，主你让他走在你公义的道路上，你亲自为他来征战，主你更是用你的慈爱来保护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里面都能够来数算你的恩典。主啊，这一口气息是来自你的恩典，每一个决定是来自你的恩典。主，我们无论往哪里去，有主你的平安也是来自你的恩典。为此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要向你献上赞美，因为能够得地为业的关键，是因为主你是公义又信实的上帝，你亲自来掌管全地，你亲自在我们每一个决定当中作者为王。主，为此我们要来献上赞美，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是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我们一起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我们更深更深的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静静地来到你面前，在你爱中我心安恬，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你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因你我重新的力量，从忧伤中我的释放，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我们一起来念约书亚记14章10节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
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们一起发出感谢的祷告，因为神他是应许实现的神，是赏赐力量的神，他是为人征战的神，他是赐同在，是保护我们的神。我们再继续来念约书亚记，一起念，一起说。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竟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将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我们一起来向神认罪，因我们心里的不满足，因我们心里的不感恩，因我们对神的不信。我们同声来到神面前，发出感谢和认罪的祷告。我们同声开口。主啊，主耶稣，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是那保守怜悯我们的神，主，你是那保护不离弃我们的神。是的，我们感谢你，主啊，无论何种境况，你不离弃我们，与我们同在，赐平安于我们神是的神，感谢你。主啊，也让我们牵手，成为我们许多的软弱，许多的缺乏，使我们偏离你的道。真是我们帮助我们目光回转向你，真的吸引我们回转向你，看到环境我们对神的不信，求你自己来赦免我们，亲自引领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透过迦勒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他如何倚靠你刚强壮胆，他随时存着感恩的心，他靠主得胜，虽然年纪年老，但是他依然从神领受应许，从神领受这样的力量，从神领受这样的一个信心。他不看环境，他只在于注目看耶稣，看我们的神，看你为我们的拯救。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真的是要怜悯我们，不要学像这些约瑟的子孙。我们从一无所有，你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有知足的心、感恩的心。求你赦免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些约瑟的子孙一样，只看到环境，把它困境放大，却没有专注在神，你是为我们征战的神。跟迦勒就不一样，他心存感恩，他心存信心。求你真的挪掉我们内在的一些不信，因为你过去如何为这些以色列人征战，我们要宣告你必为我们征战，不管我们的困境多么的大。主啊，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主，你要为我们征战。主啊，你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困境的信心。谢谢你，求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赦免我们，洁净我们的心，靠耶稣的名，阿们。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大牧者。主啊，我们有了你，主啊，我们就不致缺乏。是主啊，在世人看起来，我们好像是一无所有，但主啊，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竟然发现我们一无所缺。谢谢你，就是这么爱我们。透过你每一天，你供应给我们的话语，再都提醒我们，
主啊，加勒85岁仍然这么有信心，仍然说过去我的力量如何，我今天力量仍然如何。但是主，你也看过那些今天可能力量不一样的，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动，没有办法说话的人，主，你仍然有话语要对我们讲。主啊，我们或许力量不像过去那么强壮，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的说话，我们或许没有办法站立，甚至或许没办法走路，但主，你应允我们，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力量就如何。谢谢你，你的爱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为我们预备所有够用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有一口气在。主啊，我们就是那个有福的人。主啊，我们能够跟随你。主啊，我们就是那幸福的人，因为主，你明明告诉我们，主，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就是那幸福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来祷告，我们来祈求。主，甚至于主，我们在你的眼光，在你的眼前，主，我们就没有比较，因为我们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没有的东西。主，你要我们定睛专注在你。主啊，我们专心来看你，仰望你，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竟然有这么多。至少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们还能够说话，我们还能够走路，我们还能够吃东西，我们还能够想要做一些跟主你同工的事，因为你呼召我们，给我们这个职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有很多人这些都没办法。谢谢你，你日日成为我们的帮助，你时时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不再惧怕。主啊，使我们跟随你，我们真的是可以好自在，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避难所，你就是我们的诗歌。我们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上帝，可以对人有帮助。阿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每一次都向我们说，永恒的上帝拯救，永恒的上帝拯救。主啊，我们领受这个话语。主，但我们好像只是知道，我们好像只是口里说，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拯救。主，但我们的心里面还有许多的疑惑，还有许多的不信，甚至我们相信了，但我们又转头看看这个世界，又转回问你说，为什么是这样？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若不是圣灵启示我们没有办法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发现我们生命真实的境况，我们没有办法发现主你用永恒的眼光看我们。如同我们最近在读约书亚记，已经读到了24章，怎么又回到了前面呢？主，谢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语，看见主你在历世历代这些信仰前辈生命道路上面的恩典。主，我们也再次想起数算自己所经历的恩典，为此我们更需要来到主你的面前认罪，因为我们都短看了主你的恩典，甚至我们小看了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把困境放在我们的眼前，好像大过主你的恩典，但主你却是那永恒的上帝，拯救我们，过去拯救，如今拯救。主，你在永恒当中正在拯救，
正在拯救你的儿女，正在拯救你的子民。不管是看见电视新闻上的这些战乱、人心的险恶，还是我们内心自己的怀疑跟挣扎，主，你告诉我们你要拯救我们，而且主，你是用永恒的眼光拯救我们。主，谢谢你，你的话语，但我们不断的从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你已经启示拯救我们的心意，使我们不论现在在什么样的困境里，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得救的，因为主，你是在永恒中拯救我们的上帝，你始终在带领我们，你始终以你的公义和信实看顾我们。主啊，我们要来回应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用永恒的信实、永恒的慈爱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才说我们是平安，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能够喜乐，因为在主你的永恒里，我们已经得救了，在主你的永恒里，我们甚至已经得胜了。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的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你赦免我罪，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是的，主耶稣，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爱我到牺牲你独生爱子在十架上的神。主，是的，帮助我们目光回转向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寻求你，更深的走在你的心意里。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
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一人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离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不论是生命或死亡，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是的，主，不论生命或死亡，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我知影无啥物会通互阮甲你隔断，即使是犯罪，因着你的怜悯，主，因为你的怜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定义为我们付上十字架的代价。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不是在我们好像做得很好，而是因为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主你愿意为我们死，这种爱才宝贵。谢谢主耶稣，因着你付上代价，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边祷告，我们才能够自己奉献我们时间、能力、爱心、信心、金钱，来被主你来使用。我们现在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来祈求，大大张口，你必大大充满。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们机会来亲近你，来寻求你，来服侍你。谢谢主，透过我们也能够成为你向这个世代施恩拯救的管道。谢谢主，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好让我们好好的运用我们
还存活的时候，给我们力量的时候，可以为主奔跑的时候，我们为主来奔跑。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来为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咱为了咱的国家、咱的城市，咱做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佛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了咱的国家啦。我们最近看到俄乌的战争嘛，俄罗斯好像，他的这个军队，他的武器都胜过这个乌克兰，但是我们看到他付上了好大的代价那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的军队真的是乌合之众。没有像这些敌人联军有这样的一个精良的武器说他们有铁战车嘞，他们有骑兵嘞，但是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告诉约书亚说什么？不要怕他们，我与你们同在，我已经把敌人交在你们手中了。哇，这个是最大的武器好吗？弟兄姐妹、兄弟姐妹，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国家来祷告让我们的元首，让我们的执政掌权的，让我们的百姓不是依靠这些飞弹，不是依靠这些防空网络，而是依靠这位神。我们看到以色列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战争，是因为有神为他们来征战，所以我们也恳求主在台湾也一样守护着我们。让这些敌对者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我们来为了我们国家危难的时候，外国的记者说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们要团结。所以今天晚上的新闻，那个外国的记者受我们的记者访问的时候，就提醒一点，你们要团结。特别我们要为了我们的防疫新生活，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面对看不见、看得见的这些的仇敌给我们执政掌权的，在运用外交、国防、疫苗等等这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善用、好好的管理。我们恳求神因为每一天的新闻都在报，然后报说我们台湾会不会像今天的乌克兰，所以很多人就会恐惧了。所以我们恳求神。我们只看到这是神的话，神为我们征战。我们信主的，我们就站在这样的应许当中。我们恳求神也依然护卫着我们，不是只有在那边担心所以我们为了乌克兰祷告，我们为了这一些战争能够很快的平息，让他们的和谈是真的和谈，不是假的谈。我们特别为执政掌权的面对这些两岸的局势没有错误的判断就是很精准的来掌握。那我们为整个疫情，我们看到俄乌之战带来的油价的上升，我们带来了股市的这一些的震荡，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一些的经济的冲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祷告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若无祈祷，这经济的随时会影响咱。
我们要为着这个破口，为着这个国家，为着在质询的时候还破口大骂，还骂脏话哦。我们恳求神真的怜悯这些的立法委员、议员，真是同心合意来守望这块土地。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举起了手，开口来祷告，为这块土地，为这地的百姓，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守望。哈利路亚！主，我们恳求你来施赦，赦免我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情势混乱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管是在野执政的，还是在对立，求你来赦免我国家这样的一个仇恨，这样的对立。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百姓拜偶像，因为神啊，这是敌对你的，这是得罪你的。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百姓，知道来敬畏你。让我们执政掌权知道来敬畏你，让我们的百姓知道依靠你，不是依靠美国，不是依靠周边的这些国家，不是依靠战车，依靠马匹，依靠这些武器，而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谢谢你，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执政掌权有智慧，在怎样掌管我们的这事务的时候，外交等等都有神你的同在。主啊，特别我们看到整个战争、整个疫情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经济，求你保守看顾，因为我们同心合意为我们国家来守望，为君王来祷告，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能够守望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谢谢你，主耶稣，十字架的爱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谢谢你赐给我们有刚强的信心，凡求告你名的，你就应允，并要叫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可以借由祷告与你连结。首先我们要为台湾祷告，主，你要成为台湾的引导，你要保守台湾的安危，并为台湾开恩典的道路，保护台湾，不论是在疫情下，或者是对岸的威胁下，人民都有平安。愿神的怜悯覆盖台湾，求神施智慧给政府掌权者，知道要如何应变两岸的局势，也能妥善照顾因为疫情受到经济冲击的人民与店家，以及要为台湾电力的供应恢复正常，求神来保守。主啊，我们也要为了俄罗斯及乌克兰来祷告，求神让这场战争中的伤亡及破坏能够降到最低，求神亲自成为乌克兰民众的避难所，成为他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主掌权，求主你亲自出手介入，使战争停止。主，我们愿意站在破口中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来赦免，求神来帮助我们。主，你给的呼召，我们愿意回应你。无论我们到哪里，神的能力都与我们同在。主，我明白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的职责以及大使命。我们要渴望神的荣耀同在，从这里一直要永流到万国万民。求神帮助我们勇敢为主兴起，勇敢传福音，让上帝的河流持续永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肢体哦，谁是教会？就是我们嘛，肢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要为着肢体，也就是我们的教会来守望。我们一起用我们所最近看的这些的经文，一起来读，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于是约书亚为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雅巴，雅巴是亚衲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看了这段的经文，你有什么感受？摩西吩咐约书亚，约书亚照样行。约书亚也吩咐下去，所以当他们照这样行的时候，应许就成就。提醒我们什么？照着神的话去做。耶孚尼的儿子迦勒，我们看到他什么？专心跟从耶和华，专心听从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教会能够兴盛，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个人灵命的增长，还有能够突破困境很重要的关键。最后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希伯伦是亚衲族人呢，是那个被看为很尊大的这些人住的地方。85岁的迦勒，他竟然说什么？一共是如果耶和华应许他同在，我就能够跟约瑟的这个子孙说什么？哎呀，他们有铁战车，所以不要。耶稣亚叫他们去开垦，他们说不要，怕困难。但这边我们看到，今天我的重点在迦勒迦勒提醒我们，不管你的年岁多少，重点是有神的同在，有上帝的应许，老兄弟应问，再大的困难，即使是亚衲族人在那边，他都能够征服，都能够得胜。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在推动神的话语、共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帮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信心了。这些的约瑟的子孙对上帝的话语没有信心，透过分地，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信，他们说为什么那么少？欠分啊！所以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透过门徒这样营会，就是要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透过这个礼拜新增的礼拜，是要让人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透过这一些的话语的共读，一起来学习、操练，一起门训，是为了要什么？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不管是年轻人，我们恳求神来使用这些年轻人。我们看到罗宇肠胃炎还可以在这边带敬拜。我们的长子同工们，我们弟兄姐妹，好不好一起来经历好吗？我们恳求神来怜悯因为疫情使我们越发懒散，让我们真的学习迦勒，不管什么年岁，我们都依然怎样充满活力。求主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学测完之后，求神帮助我这些年轻的学子有的可能他们不如他们的心意，但是让他们知道神你要他们读什么。还有一次机会，我们恳求神赐给他们让他们在后面的预备我们有恳求神来兼顾这些初信者特别他们面对他们的困境、他们的病痛，不会影响到他们对神的信心。我们为着这些身心灵受苦的，或者是这些的身体要面对开刀疗程，或者在复原的过程当中，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明天早上牧师也还要去主持树葬礼拜就一些人弟兄的树葬礼拜，恳求主来安慰他的遗嘱，失去亲人的哀伤，求主擦去他们的眼泪。特别也面对要开刀的，或是现在疗程，或是开刀完的复原，我们恳求上帝来怜悯我们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一个病痛当中，恳求神医治的大能充满弟兄姐妹。因为有你的祷告，你知道吗？他们能够快速的恢复的关键，这是因为他们自己还有我们为他们来祷告守望。神是垂听祷告的，是使无变有，是医治大能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教哈利路亚，会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主啊，你使用你的教会向这世代来说话。主啊，你用你的话来引带阮，引带你的教会，生命来宣告，互阮真做在行这个世间路的一个光灯。圣灵同在的地方。主啊，主啊，你在哪里？引带阮行入你稳定的道路。哈利路亚，主，阮奉你的名，伫这来祝福你的教会。疫情使我们懒散，神你的话要使我们再次重新站立，重新来到你的面前，渴慕你的话，把握我们有限生命的气息。主啊，我们不要像这一些的约瑟的子孙在那边不满足，然后还要埋怨。神啊，求你赐给我们有学习加乐的心智，到老不偏离，依然对神有信心，他的眼目焦点在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真的专心来读神的话，从来读神的话，一直读神的话。主要让你的话就成为我们力量，让我们1万人能够有智慧。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不厌其烦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好像约书亚、摩西一样，遵照你的话，都不懈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兼顾这些软弱的信心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变动软弱当中，神你要在他们身上施展大能，让他们见证神你奇妙伟大的医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要献上感谢。主要谢谢你赐予我们祷告的权柄，主要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来让我们寻求你的面，主要让我们不是风闻有你，更是亲眼见你。主要我们要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代祷事项来祷告。主要谢谢你看见了我们的需要，主要让我们在今年可以推动门徒列车，主要更是在主日新增的第3场的礼拜。主要谢谢你看见我们的需要，更是引领我们的脚步可以往前行。主要更是感谢主，在我们这个月的圣礼点上受洗了，有更多的兄弟姐妹受洗。主要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主要让我们不只是成为你的信徒，更是成为你的门徒。主要我们要传扬你的大爱，传扬你的福音，主要到每一个需要你的角落。主要谢谢你拣选我们，使用我们，主要更是求主你继续的带领着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RPG 小组，让我们可以在主内肢体当中，在彼此的肢体当中，主要我们可以靠主的话语得胜，可以在圣经的共读当中，主要我们可以更看见你的容面，主要更看见你要我们怎么去行，要往哪里去。主要你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要献上感谢。主要更是求主你兴起我们的青年儿少青，主要让我们每个青年可以看见自己的恩赐，使用自己的恩赐到每一个需要你的角落。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去行，更知道不论我们选择什么，主要不论我们怎么去行，主要你都一直与我们同在。在这条路上，主要你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也是我们最脚前最亮的光，带领我们往前的道路。主要更是求主带领在现在工作要转换，还有学这过后的考生们，甚至是大学要面临找工作，还有研究所考试的学生们，主要都求主你的指引跟引领。主要现在在面对抉择过程当中，或许会觉得很困难，但主要有你在，主要我们要靠你的刚强，主要靠你带领我们去求主为我们预备下一个工作，下一间学校。主要更是求主来医治跟怜悯。刚刚所提到的身心里有不舒服的，更是求主来赐下盼望的眼光，还有安慰到他们的身边的亲人当中。主要让他们在黑暗当中乃不至惧怕，因为主要有你在我们心中。主要从这边带领，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 感谢主哦，杰轩哦，他想要受洗，但是目前父母还是反对。弟兄姐妹，年轻人他们愿意在这边服侍哦，虽然有困难，
但是他们不致失望，还依然能够站在这边带领我们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呢？好不好？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用信心来宣告神的应许。我们继续为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得救，但是依然会要面对他们的征战。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应许哦！一起来，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孚尼的儿子迦勒。亚巴是亚衲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玛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只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这就是上帝的应许啊！虽然有困境哦，但是他们过去做了，他们征战了，神也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中。弟兄姐妹，我们呢，靠主能够得地为业，靠主能够得胜。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信靠神每句话里面的应许。我们用信心来宣告神的应许在我们卑微人身上要成就他的大能。手接过来。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心流泪转为笑脸。患难生人来，生来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使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人来，人来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再一次来。生命充满亮光。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因为你的话语使我们生命充满亮光，因为你的话语使我们开窍了，因为你的话语带给我们十足的信心，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征战。谢谢你，面对这世代，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内在，虽然有好多的征战，但是神，你应许约书亚的，你应许迦勒的，求你也应许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我们的主。弟兄姐妹，请坐，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彼此来祝福。